象出版為你全家帶嚟新春嘅娛樂，成龍系列打得燦爛，福星片笑料爆棚，愛情戲夠晒浪漫，淨俾99買定嘉禾精裝猛片，唔使撲飛租帶揾消遣。方太美食軒係方太嘅第一個入廚心得錄像帶，詳細示範烹飪過程，無論係自助餐、撚手小菜，喺屋企就學到。介紹12款又易整、擺出嚟又好睇嘅菜式，你哋一睇就學識整㗎啦！方太美食軒1、2集現已推出，香港錄像出版社發行。夢想座駕系列第2集，勇往直前保時捷，我哋會為大家介紹超過10款嘅保時捷跑車，包括第一架嘅保時捷跑車356，以及911、924、944同928系列。呂米高親身示範保時捷嘅駕駛樂趣，同你分享心得，仲會帶大家參觀由一班發燒友組成嘅保時捷會，盛況空前難得一見。Video 分自拍功，深入淺出介紹 Video Camera 嘅基本功，由鏡頭運用到燈光特別效果，由拍攝技巧到剪接字幕，仲有加鹽加醋嘅附件巡禮同埋購物指南針。另外，仲教你點樣利用土炮方法去炮製片頭，點樣自製 MTD，同埋點樣租 band 房嚟錄歌收音。Video 分自拍功，錄像消費情報嘅權威雜誌。夢想座駕系列，接觸大自然開篷車，為你專題探討駕駛開篷車嘅苦與樂，多位車主為你訴說心聲，19架開篷名車大展雄風，由古典浪漫型到超時代新車。主持呂米高為你細意分析，並且介紹有關汽車法例嘅常識同埋機件維修嘅竅門。接觸大自然開篷車係一本活動嘅汽車雜誌。Laptop 電腦軟硬情報係市面唯一詳盡討論手提電腦同埋推介應用軟件嘅資訊錄影帶，由電腦專欄作家馮文基主理，一切由實際出發，以用家為本去介紹10大選購原則，推薦合適嘅軟件同埋設備，仲品評多隻流行嘅電腦型號。無論你已經係電腦專家，抑或係對電腦一無所知，都可以藉住呢一餅 Laptop 電腦軟硬情報，趕上現代資訊科技嘅快車。既有演技又有美貌，又係演員又係明星，一下子全世界都接受咗佢。佢又冇乜嘢好奇，冇咩想知想問。佢仲細個啫，咁後生，我覺得唔使講演技住，天分搭夠得㗎啦，大把日子啊嘛，係咪？佢喺87年咧參加佢嘅第一套處女作《紅高粱》嘅演出，就係因為參加呢套電影咧，鞏俐遇上咗佢嘅伯樂啦。咁佢哋嘅合作就一步一步咁樣繼續落去。即係佢樣咁幾性感下。鞏俐屬於靚女啦，好踏踏實實講嘢。我希望你永遠都沒什麼是遺憾。好，謝謝。香港錄像出版社開創移民資訊錄像帶先河，繼有新加坡移民情報，由林旭華、金國亮、許金峰實地報導，落腳多倫多、加拿大新移民嘅必讀手冊；英國移民情報由新聞專業人士羅樹基搜集資料，以及加拿大移民捷徑等等一系列移民專輯，以港人立場出發，深入探討移居外地嘅有關問題。隨住居英權方案嘅動議、辯論以及通過，英國嘅生活實況亦都會成為香港人嘅注視問題。英國俾人嘅印象就係一個經濟差、失業率高嘅國家，再加上不時傳出種族歧視，好多人都視移民英國係一個下嘅選擇。但係由於97前途嘅陰影，再加上居英權方案推出，英國又霎時間成為好多香港人考慮移民嘅一隻棋子。或者大家會好關心，點樣先至可以喺英國生活得好呢？咁就要睇下大家對呢個地方嘅了解同埋認識有幾多，同埋能唔能夠適應。換言之，適者就可以生存。
對於嗰啲即將移居英國嘅人嚟講，最關心嘅不外乎就係揾錢嘅機會啦、住屋同埋仔女嘅教育啦。而喺呢一個特輯裏面，我哋就會帶大家去英國親身體驗一下呢幾方面嘅問題。香港依家翻到香港，我4年前翻去我就唔中意啊，因為覺得香港好熱啦，同埋即係覺得嗰啲人揾食同埋好彷徨，唔知點樣樣咁樣。移民情報系列之加拿大就會以一個加拿大新移民個案為實例，為你介紹當新移民踏足北美洲大陸之後，所要面對嘅種種問題同埋解決嘅竅門。落腳多倫多，教你由落機嘅第一步開始，點樣喺2個禮拜之內辦妥所有新移民必須辦理嘅手續，好似入境清關、參與當地嘅社會保障計劃、買樓置業、了解交通同考牌情況、買歐洲車、日本車還是美國車號呢？去銀行開戶口、報稅或者點樣節省稅款同埋保險費，甚至係求職門路等等嘅事項。總之咧，就幫你全面投入加國嘅生活。根據資料統計顯示，加拿大仍然係香港人選擇移民最熱門嘅地方。主要原因就因為加拿大一個民主開放國家，而且喺多元文化政策之下，不同嘅族裔社區人士都可以保留翻自己嘅傳統文化。最重要嘅咧就係加拿大係一個歡迎移民嘅國家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有足夠嘅資金咧，就可以用商業移民嘅類別啦。不過咁做法有好多地方要注意嘅喎。咁另一方面咧，仲有個叫獨立移民啊。咁如果大家知嘅話，應該喺香港申請獨立移民嚟加拿大咧，要等成3年以上嘅。咁不過咧，我哋知道有啲捷徑喎。移民加拿大捷徑介紹各種進入加拿大居留嘅途徑。獨立移民點可以增加職業計分呢？如果唔識英文，又可唔可以考到牌開鋪頭搞企業移民呢？至於其他途徑就包括咗家庭團聚、退休移民同埋以難民身份獲得居留。而結婚移民又會有啲乜嘢後遺症呢？申請工作居留機會又會點呢？佢就以工作簽證嘅形式咧進入加拿大做嘢㗎。咁佢嘅僱主咧當然就係呢間影相鋪嘅老闆啦。咁嗰時係以旅遊身份嚟。咁嚟到之後，覺得呢度嘅生活都幾適合自己。呢一間咁嘅房屋咧，我哋買移居民啊，裝修咧都約冇成10萬蚊加幣。喺廣州嘅，佢派上廣州嗰啲移民官，咁佢就會問你係點樣相識啦。係政府機關做呢個公務員。咁一方面咧，佢就如果佢係冇成功嘅生意經驗嘅話咧，就係對於商業移民嘅方面咧就唔係適合嘅。目前咧就未聽過有邊一個計劃還到錢。唔俾你離開呢個團1分鐘，你根本冇機會同任何人接觸嚟調查呢間公司嘅背景。啱啊，老實啦，呢啲資料咧要我哋喺度生活過咧先搜集得到嘅。相信咧對於好多觀眾朋友嚟講咧，肯定資料十分珍貴。你選擇加拿大，我覺得佢自由同埋即係嗰個風氣好好。即係新加坡嘅生活比較安定啲啦，所以咧呢個係最大嘅原因。雖然新加坡你都話你自己唔係新加坡公民，都未必一定係你自己地方，但係始終你碰口碰面啊，都係華人啊，同埋你講嘅嘢都係華語啊，譬如你講國語又好，講廣東話又好，甚至你講英文啦，我都覺得好似係食嘅又係中國嘢，好。咧就好多雜誌啊，都講下新加坡。呢啲咁啊做得幾詳盡啊？呢個電視台都有2個新聞節目講過啦。咁亞洲電視嘅45分鐘時事追擊咧，就係睇下點解新加坡咁好人咧咁。鏗鏘集咧就感覺上又好似唔多鼓勵你走嘅。咁如果你想走嘅咧，就睇完嚇親死嘅添。嚇親死咁都要走咁點好啊？睇我哋呢個 video 咯。咁啊係啦，嗱我哋又齊齊去咗一次新加坡㗎啦。一陣間你哋一路睇落去咧，就會見到我哋又喺東或者西啊，無論點都好啦，咩都係用香港人做出發點嘅。新加坡移民情報
由林旭華、金國亮、許金峰親自帶你去到新加坡，實地考察當地嘅經濟同民生以及發展嘅機會，一切以港人心態為出發點，係你考慮移民新加坡唯一嘅錄像指南。香港錄像出版社推出嘅移民系列，將會陸續介紹其他熱門移民國家嘅情況，各地資料可以隨時翻查，方便快捷。錄像出版，原來咁賺。